近日，一則好似驚雷咁嘅爆炸性新聞喺香港娛樂圈炸開，國際巨星成龍突然病重，被緊急送去醫院搶救，生命危在旦夕。消息一傳出，即時喺全港引起好大震動，各界紛紛猜測呢位影壇傳奇人物係咪真係走到咗生命嘅盡頭。據內部人士透露，成龍入院嘅時候情況好危急，林鳳嬌含住眼淚簽咗病危通知書。房祖名崩潰咗，爆出佢爸爸多年嚟嘅隱疾，而吳綺莉更加係連夜打電話叫遠喺異國他鄉嘅小龍女吳卓琳緊急返港。更令人震驚嘅係，成龍億元遺產分配方案意外曝光，一場圍繞遺產同親情嘅豪門大戲靜雞雞拉開帷幕。成龍呢位喺國際影壇上威風八面嘅功夫巨星，一直以來都以硬漢形象示人。不過近日就有消息傳出，成龍喺拍攝新片嘅時候突然暈倒，被緊急送去醫院搶救。消息一傳出，即時喺全港媒體同粉絲當中引起廣泛關注。據知情人士透露，成龍入院嘅時候情況好危急，醫院方面已經下達咗病危通知書。喺成龍被送去醫院嘅途中，救護車上嘅醫護人員緊張而有序咁進行緊搶救工作。成龍躺喺擔架床上，雙眼緊閉，面色蒼白，呼吸微弱。林鳳嬌緊緊跟喺後面，一臉焦急同無助，眼淚喺眼眶裏面打轉。到達醫院之後，醫生們即時對成龍進行咗全面嘅檢查同治療。經過一番緊張嘅搶救，成龍嘅生命體徵終於暫時穩定咗落嚟，不過仍然處於昏迷狀態。喺醫院嘅走廊度，林鳳嬌獨自坐喺長椅上面，雙手緊握，眼神空洞咁望住前方。佢嘅面上寫滿咗疲憊同無助，眼淚喺眼眶裏面打轉，不過始終冇落嚟。當醫生拿住病危通知書行到佢面前嘅時候，佢嘅手微微顫抖，眼淚終於奪眶而出。佢深吸一口氣，努力令到自己鎮定落嚟，然後顫抖住簽下咗自己嘅名字。嗰一刻，佢嘅心好似被撕裂咗咁，痛到唔得。與此同時，房祖名都匆匆趕到咗醫院。佢一臉憔悴，眼神裏面充滿咗擔憂同恐懼。喺得知爸爸病危嘅消息之後，佢終於崩潰咗。佢哭住向媒體透露，爸爸其實一直患有嚴重嘅舊疾，多年嚟一直靠藥物維持。呢次突然暈倒，好有可能係舊疾復發造成嘅。佢仲話自己一直都知道爸爸嘅病情，不過爸爸為咗唔影響工作，一直隱瞞住所有人。房祖名嘅呢番話，無疑喺娛樂圈投下咗一顆重磅炸彈。人們紛紛猜測，成龍究竟患咗咩樣嘅舊疾？點解會咁嚴重？而房祖名又點解會喺呢個時候選擇曝光爸爸嘅隱疾？呢一切嘅背後，係咪隱藏住更深層次嘅秘密？就喺全港媒體同粉絲為成龍嘅病情揪心不已嘅時候，另一則消息又傳咗出嚟。吳綺莉連夜打電話叫遠喺異國他鄉嘅小龍女吳卓琳緊急返港。呢一舉動無疑令到呢場豪門大戲更加撲朔迷離。吳綺莉呢位曾經同成龍有過一段情嘅女人，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佢同成龍嘅女兒吳卓琳更加成為咗媒體關注嘅焦點。雖然成龍一直未公開承認過呢個女兒，不過吳綺莉卻始終堅信吳卓琳係成龍嘅骨肉。呢次成龍病危，吳綺莉連夜打電話叫吳卓琳返港，無疑係為咗幫女兒爭取最後嘅親情同認可。據知情人士透露，吳綺莉喺電話裏面語氣焦急，佢話俾吳卓琳知，成龍依家嘅情況好危急，希望佢能夠盡快返嚟見爸爸最後一面。吳卓琳喺接到電話之後，都係一臉震驚同無助。佢即時收拾行李，連夜趕去機場，踏上咗返港嘅旅程。就喺成龍病危嘅消息傳到沸沸揚揚嘅時候，一份關於成龍億元遺產分配方案嘅內部文件意外曝光，令到呢場豪門大戲更加引人注目。據文件顯示，成龍嘅遺產將會分為3部分，一部分會捐贈俾慈善機構，用於幫助啲需要幫助嘅人；
一部分會留俾妻子林鳳嬌同兒子房祖名，而另一部分就會留俾遠喺異國他鄉嘅小龍女吳卓琳。呢一份遺產分配方案嘅曝光，即時喺全港引起咗廣泛爭議。人們紛紛猜測，成龍點解會喺呢個時候曝光遺產分配方案？佢係咪已經預感到自己嘅生命即將走到盡頭？而呢一份遺產分配方案，又係咪會引發一場家族內部嘅紛爭？據內部人士透露，成龍喺生前就已經開始考慮遺產分配嘅問題。佢深知自己一生打拼唔容易，亦都希望可以為家人留低啲保障。不過喺遺產分配嘅問題上，佢卻一直猶豫唔決。佢既想照顧到妻子同兒子嘅感受，又想俾遠喺異國他鄉嘅女兒一個交代。最終喺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佢做出咗呢個決定。喺成龍被送去醫院嘅嗰一刻起，醫院內就陷入咗一片緊張同焦慮之中。醫護人員們緊張而有序咁進行緊搶救工作，而家屬們就焦急咁等待住消息。喺搶救室內，醫生們圍喺成龍嘅病床前，緊張咁觀察住佢嘅生命體徵。佢哋時而皺眉沉思，時而低聲討論，試圖揾到最佳嘅治療方案。而林鳳嬌就坐喺一邊，雙手緊握，眼神裏面充滿咗擔憂同無助。佢不時咁望向病床上嘅成龍，眼淚喺眼眶裏面打轉。喺搶救室外，房祖名同吳綺莉等人就焦急咁等待住消息。佢哋時而低頭沉思，時而抬頭望向搶救室嘅門，好似希望可以透過嗰扇門睇到裏面嘅情況。每當有醫護人員進出嘅時候，佢哋都會即時圍上去詢問情況，不過得到嘅答案卻總是令到佢哋更加焦慮。喺一次家族會議上面，房祖名終於爆發咗。佢哭住話：爸爸一直瞞住我哋佢嘅病情，佢以為咁樣就可以保護我哋咩？佢錯咗，佢咁樣做只會令我哋更加痛苦。佢依家躺喺病床上面，我哋卻咩都做唔到。而林鳳嬌就含住眼淚回應道：兒子，你爸爸都係為咗我哋好，佢唔想令我哋擔心，更加唔想影響工作。我哋依家可以做嘅就係祈禱佢可以挺過呢一關。與此同時，吳綺莉都帶住吳卓琳趕到咗醫院。佢望住病床上嘅成龍，眼淚奪眶而出。佢輕聲對吳卓琳話：女兒，呢個係你嘅爸爸。佢雖然一直冇承認過你，不過佢心裏面一直都有你。依家佢病咗，你要好好陪住佢。吳卓琳望住病床上嘅成龍，眼神裏面充滿咗複雜嘅情感。佢輕輕咁握住成龍嘅手，好似想將自己嘅力量傳遞俾佢。喺呢場家族紛爭之中，成龍嘅一位老友都站咗出嚟。佢勸說道：依家最重要嘅係成龍嘅病情，你哋都係佢嘅家人，應該團結起來，共同面對呢個難關。至於遺產分配嘅問題，等成龍康復之後再慢慢商量都唔遲。喺佢嘅勸說之下，家族內部嘅紛爭逐漸平息落嚟。就喺遺產紛爭愈演愈烈嘅時候，一位內部人士突然站咗出嚟，爆料咗遺產分配背後嘅故事。據佢透露，成龍喺生前就已經考慮過遺產分配嘅問題。佢深知自己一生打拼唔容易，亦都希望可以為家人留低啲保障。不過喺遺產分配嘅問題上，佢卻一直猶豫唔決。成龍大哥其實一直都好糾結。呢位內部人士透露到，佢既想照顧到妻子同兒子嘅感受，又想俾遠喺異國他鄉嘅女兒一個交代。佢深知自己一旦公開遺產分配方案，就會引發家族內部嘅紛爭。不過佢更加擔心嘅係，自己走咗之後，家人會因為遺產問題而反目成仇。為咗平衡家族內部嘅利益，成龍最終做出咗呢個決定。將一部分遺產捐贈俾慈善機構，用於幫助啲需要幫助嘅人；將一部分留俾妻子林鳳嬌同兒子房祖名，作為佢哋未來嘅生活保障；而另一部分就留俾遠喺異國他鄉嘅小龍女吳卓琳，作為對佢嘅一種認可同補償。成龍大哥其實一直都好痛愛吳卓琳。
呢位內部人士繼續話，佢雖然從未公開承認過呢個女兒，不過私下裏面卻一直關注住佢嘅成長。佢希望通過呢次遺產分配，可以令到吳卓林感受到佢嘅父愛同關懷。無論最終嘅結果點樣，呢場豪門大戲都已經成為咗香港娛樂圈嘅一段傳奇。佢令到人們睇到咗成龍呢位影壇傳奇人物嘅另一面，亦都令到人們思考咗親情、遺產同人性等深刻嘅問題。而喺呢場大戲之中，成龍、林鳳嬌、房祖名、吳綺莉以及吳卓林等人嘅命運，都將永遠銘刻喺人們嘅心裏面。成龍病情同遺產紛爭嘅消息一傳出，即時喺全港媒體引起咗廣泛關注同熱議。各大媒體紛紛派出記者前往醫院進行採訪，試圖獲取第一手資料。同時，網絡上關於成龍病情同遺產紛爭嘅討論都愈演愈烈。有媒體分析認為，成龍病情嘅惡化可能會加速遺產紛爭嘅進程。一旦成龍不幸離世，家族內部嘅紛爭可能會更加激烈。而亦有媒體就呼籲家族內部應該保持冷靜同理智，共同面對呢個難關。喺網絡上，網友們都紛紛發表咗自己嘅看法。有人表示對成龍嘅病情感到擔憂同惋惜，亦有人對遺產紛爭表示不滿同批評。更有網友呼籲家族內部應該放下紛爭，共同為成龍祈禱同祝福。喺呢個過程之中，媒體同網友們都將持續關注成龍嘅病情同遺產紛爭嘅進展。佢哋希望通過自己嘅報道同討論，為呢場豪門大戲增添更多嘅色彩同深度。而成龍、林鳳嬌、房祖名、吳綺莉以及吳卓林等人嘅命運，都將喺呢場豪門大戲之中繼續演繹。佢哋能否共同面對呢個難關？能否達成和解同團結？呢一切嘅答案都將在未來嘅日子裏面逐漸揭曉。成龍病情同遺產紛爭嘅消息雖然令人震驚同惋惜，不過都俾我哋帶來咗深刻嘅啟示。佢令到人們睇到咗人性嘅複雜同多面，亦都令到人們思考咗親情、遺產同人性等深刻嘅問題。喺呢場豪門大戲之中，我哋睇到咗成龍作為一位國際巨星嘅另一面。佢唔止係一位優秀嘅演員同導演，更加係一位有擔當、有責任感嘅父親同丈夫。佢喺面對病情同遺產紛爭嘅時候，展現咗出頑強嘅生命力同高超嘅智慧。同時，呢場豪門大戲都令到人們睇到咗家族內部嘅紛爭同和解，親情嘅溫暖同冷漠，以及人性嘅貪婪同無私。佢提醒我哋喺面對親情同遺產等問題嘅時候，我哋應該保持冷靜同理智，尊重他人嘅感受同利益，共同維護家族內部嘅和諧同穩定。最後，讓我哋共同為成龍祈禱同祝福，希望佢可以挺過呢一關，再次創造奇蹟。亦都希望佢嘅家人可以團結一心，共同面對呢個難關。願呢場豪門大戲可以早日落幕，令到成龍同佢嘅家人可以重新回歸平靜同幸福嘅生活。